男女之間個年齡差唔建議相差太大，一般相差2、3歲、3、5歲就得㗎啦，唔建議爭太遠。如果係年齡相差太大嘅話，你哋兩個就傾唔到埋一齊。你唔好以為啊，只要個男人有錢就得㗎啦，就算大10年、20年都冇所謂。你只要你係進入過婚姻嘅女人，你就會明白，一個男人佢個身體到咗30歲，身體機能佢個身體素質就會驟降，佢個身體就會開始變差。男人到咗40歲就開始滴尿㗎啦，個身體就變得好差㗎啦。咁如果你係細佢10年嘅，你對佢係冇乜生理性喜歡嘅，你睇見佢都煩。進入婚姻嘅話，唔係齋靠錢就可以維持嘅。如果齋靠錢嘅話，冇感情冇愛嘅話，你兩個人嘈交嘈多幾次就會散㗎啦，係冇辦法長期去維持嘅。長期維持嘅婚姻一定係有愛嘅，有充足嘅愛嘅。就算佢有錢，你屋企買咗成櫃嘅愛馬仕包包，但係你睇見呢個男人，佢成日隨地吐痰滴尿，你都覺得好核突、好嘔心，你都係唔開心嘅。所以進入婚姻嘅話，都係要有愛，要有生理性喜歡，年齡唔可以相差太大。